思齊今朝都有啲風喎。係啊，海欣，所以今朝咧都比較清涼㗎。我哋先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係介乎15.4至到16.7度，而至於最高氣温就介乎15.8至17.7度。轉睇下風勢圖，東北季候風就係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廣闊雲帶覆蓋各區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朝早清涼，日間嘅最高氣温係大約20度，吹和緩東風，初時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。週末至下週初日間温暖，早晚較為潮濕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，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珠海多雲，中山江門多雲，肇慶佛山多雲，廣州東莞多雲，惠州深圳多雲。聽日先講到呢度啦。